屬馬嘅你，恭喜恭喜！點解恭喜啊？原來屬馬嘅你今年叫做咸池桃花喎。咁咸池桃花叫做霧水桃花，容易嚟容易走嘅。咁霧水桃花點解仲值得恭喜啊？咁我哋唔好講男女關係先啦。原來霧水桃花亦都代表群眾嘅緣分合眼緣，每個人見到你都覺得幾順眼，咁做嘢咪容易順利啲啊？咁尤其是我哋而家嘅社會，差唔多每一個人做嘢都要接觸陌生人噶嘛。如果接觸陌生人嘅工作，譬如我咧要接觸陌生人啦，係演藝界啊、保險啊、傳銷啊、地產啊，成日接觸陌生人，工作特別有利嘅。人哋見到你特別有好感，都中意俾啲生意你做，所以百利而無一害噶。咁呢個霧水桃花，如果講到男女關係咧，如果你仲係單身嘅，容易同啲朋友或者相識好耐嘅人突然間走埋一齊，原來易聚易散，啲短暫嘅情緣嚟嘅，多數維持唔到落去噶。咁希望維持到落去咧，就要盡力拖過今年、明年先有機會一路係發展嘅。如果唔係，都係霧水嘅啫。咁除咗有桃花人緣好之外咧，原來今年仲有個太陽星喎。太陽係男貴人之助，所以上司係男人，拍檔係男人，下屬係男人，原來都特別容易有幫助。今年一味黐男人就遠女人就比較着數少少啦。咁有吉星自然有凶星啦，凶星又叫晦氣同埋流下。晦氣咧就比較棘手少少，佢唔係大星嚟嘅，就令到你唔開心嘅星。晦氣係咩意思咧？俾人雞糊接爆棚，可能明明傾好嘅生意啦，約咗人去簽約，點知俾人接觸先得，截咗你會就簽唔成啦。所以今年要勤力少少，人哋應承你簽嗰份合約咧，你就企定喺度唔好走，等佢放工見到佢為止，簽咗你先好走，唔好等到聽朝俾人截咗糊啦。咁流下咧係感情煩惱嘅星，咁今年有咸池又有流下。如果萬一你有穩定感情，又或者已經結咗婚，又亂搞男女關係，整埋啲辦公室戀愛，咁就梗係自然桃花劫啦，係咪？所以記住，今年凶星有流下同埋呢個晦氣都係細星嚟嘅，做好自己佢就冇問題出現噶啦。咁運氣方面呢，雖然今年桃花年無論寒命、熱命、平命咧都係提高一線嘅，不過始終都係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寒命嘅你，因為13、14、15係大火年，對你非常之有利，有任何機會放膽嘗試。相反，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因為始終13、14、15運氣都麻麻地，咁只不過係2013因為桃花年將你事業提高一線咁解啫，去到14、15都係宜守不宜攻嘅。嗨，收影的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陳世然。12年要祝大家阖家平安，66大順，12年行大運哦。